本节目为科普拉斯全新单元，聊剧、聊电影、聊动画，又能同时开启你的客语新技能。剧不剧透，可能会哦。客不客语，好汉逆，听声音听下来，剧透客语 ，Let's go！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戏剧呢，是跟运动有关。对，我超喜欢的，我觉得运动是一件好棒的事情哦。不过去运动之前呢，就是一个痛苦，因为你要跨出那第一步，所以呢，还是鼓励大家要运动。不过今天要跟大家讲，你在鼓励我吗？像我呢，最近就非常的 lazy 不过还是要运动啊！就算你不运动，也是要在家里看运动赛事。什么类型的赛事呢？你喜欢看哪一种？很多像是 NBA 啊、大联盟、世足赛、世界羽球联盟巡回赛，因为有戴资颖，还有4年一次的奥运。奥运真的是要看的。对，尤其是你会发现你在看运动赛事的时候，只要里面有台湾的选手，你就会觉得更加的关注。没错没错，像当时我记得那个奥运的时候啊，我们前一次的奥运，有举重啊、羽球啊、桌球啊，对不对？你看，就算我对这些运动项目可能都不熟悉，但是呢，只要一听到有我们台湾的选手参赛，我就会准时的收看来替他们加油。对啊，你还记得上次我们办公室，哇塞，怎样？那个大家都很小林激烈同学一出场，哟，即登峰，不是登峰，是有肇事感。对，而且大家都不太敢呼吸。对，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共感、热血，而且这样子观看这样赛事下来，你就会觉得哇，他们的精神会深深的感动我们。对，除了被他们运动精神感动，我觉得他们要做到动作快、反应灵敏，然后还要抗压性高，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不简单，不容易。这是真的，因为那个心理素质真的要很高。不过你知道吗？我也打过羽球校队耶。啊？你是校队出身？Oh my god！ 什么时候的事？国校。OK， 原来简是那个平时咻咻咻急如风快如电，是因为你从小练过羽球啊？对，因为我是急惊风。你刚刚那是武侠小说形容词吧？急如风快如电，咻！你真的平常做事情是这样子，你知道吗？我知道啊，因为事情很多啊。我也没有很喜欢。对，事情太多讨厌，但是很厉害。不过在球场上反应真的要很灵敏，因为你像看戴资颖打羽球，他的反应是非常灵敏，而且他要非常的专注。我想补充一下羽球小知识，你知道它是很高强度的运动，可以锻炼心肺，训练专注度跟即时反应。所以我觉得就算很久没有打球，不过这种很基础的训练还是可以让你长大之后在面对很多的事情可以训练那种专注跟即时反应，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对，我觉得我认为羽球还有个优点，什么？都在训练给梦足，训练我们的视力。你真的很奇怪，你真的很会想到这些有的没的。因为羽球的尺寸你看这么小，对，然后呢要追小小一颗球，这样满场跑满场飞，而且你真的要跑很远呢。对，有时候那个球不知道飞去哪里，你还要去接球，而且接给球哎，那第一懂 QI。我觉得你讲的是桌球吧？那个桌球在打的时候，我都看不见球在哪。夸张对，桌球 size 还更小，对不对？真的，而且速度好快。好啦，哇，真的很荣幸可以跟这个羽球神童来聊运动。给我要是给运动主题相关的戏剧作品哦，现在跟大家推荐这个2021年的连续剧。女孩上场，噔噔噔噔！女孩上场的客家话，谁妹送冲四线腔，谁妹送冲。为什么要这样讲？你知道啊？我觉得很多人啊，就算客家话不太会，可能大家只会什么安之 C 啊、新木啊、台尬猴啊、台尬后，可是我觉得你就算只会这个，可他们一定会 say 妹暗讲，就很奇怪哦。你跟他们聊天，他说啊，我不会讲客家话，谁会暗讲？是要多亏罗哥，是不是？对对对，因为他们听过这首歌。没错。谁妹暗讲，谁妹暗讲，心中嘅一缕花，拍拍嘅牙齿，疯疯嘅嘴唇，梦住也未讲法。我觉得你走音了，你今天音没有很准。我觉得罗哥这首歌真的很经典呢，多亏了我们的国民姑丈罗哥罗时丰大哥，这是大街小巷的代表作。谁妹暗讲，中文女孩真美。
但是其实现在年轻人比较常唱这首萧家乐的《哦，我知道。谁没安江啊，谁没安江哦，坦白的讲情。大家还是自己去找原唱来听，谢谢。好，谢谢。我觉得其实这2首歌都好好听哦。萧家乐这一首我也很喜欢。我不知道大家经过凯翔歌声的洗礼之后，一定对这句客语谁没俺酱，谁没俺酱很深刻。我觉得 Podcast 是不是要有一个给你唱歌的单元呢？我是觉得还好啦。不过呢，老板可以的话，可以让我录一首单曲就好，可以再加一支 MV， 办不到，更棒，办不到。我们赶快来讲女孩上场。我觉得今天我们要来介绍这个剧情，我觉得我们要改一个方式，要不要用新闻播报的方式来？哇，新闻，地方新闻的感觉是不是？一定要地方吗？对啊。在苗栗南向高中有一群同性格又好打篮球的小姐妹。在苗栗南乡高中有一支有个性又热爱篮球的女子篮球队。因为好教资源有限，加上打球的技术无同好，故所比赛成绩一直唔好，唔係理想。因为有限的学校资源与球技，所以他们比赛成绩一直不理想。等一下，你没有这种感觉啊？我这不是播报新闻吗？不是，你刚刚那是播报新闻吗？我刚刚那是播报新闻。播报新闻速度蛮快的。继续，好。一直都有一年，有一位同乡同会打篮球的选手，正好到南向高中加入加到球队。直到有一天，一位很厉害的女篮选手转学到南乡高中，并加入球队。加到就有位想要挑战8强，打入世奇摊，让他们突然萌生挑战8强、前进小巨蛋的希望。怎么觉得怪怪的？对呀，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段新闻播报失败。我觉得你好像被我影响了，然后我也被你影响了。拜托，下次我们再改进啦。怎么变成你的念法，然后你变成我的念法？对啊，正经一点，正经点。其实呢，亚普希卡嘞，这部作品呢真的很难得，因为运动类的这种戏剧呢，在台湾是比较少见的。在个嘎松嘞，这种过去勾演嘅运动的主题啊，太快嘞，大多都是以 C 类的运动员，男性的运动员为主角。对，那女孩上场呢，它是台湾第一部以 C 模耶女性运动员来当做主角的戏剧作品。没错，其实这类型的戏剧真的比较少啦，因为有不一样的困难度。我讲一个好了，例如挑演员就很难，对吧？运动员是专业耶，对不对？你看那些球员，那一般的演员，就算你很专业的去训练，可是他还是很难会跟真的运动员一样。那如果说你真的找真正的运动员来演戏的话，那哇，那个运动姿势不得了，可演技就不一定。某一定。根据这线报就是女孩上场是因为怂要有演员他们大部分都是真正的专业的篮球选手。没错。But不过嘞，加丢完全不会演戏，所以呢，在开拍之前呢，剧组还特地的对他们进行长期的演员训练课程。没错，对加丢来讲，走戏啊，对他们来说，演戏呢是比打篮球还难的哦。对啊，而且在剧中展现的这些球技是真的哦，所以这些女篮选手们还要配合那个剧情的需求，有吗？好像要假装不太会打。对，这很难吧？还要演不会打对，我要特别讲一下，那个剧中有一个由蔡佳音饰演的魔鬼教练，你知道吗？他国中、高中就会打篮球改吹篮，就是打篮球，所以这部戏太适合他了。而且我一开始注意到他，是因为他演《大鳄》这部电影，他因为这部电影还拿下21届台北电影节的新演员奖。对，运动类的戏剧真的很热血。不过除了女孩上场啊，杜俩片还想绕台高的少改些，也想跟大家介绍我个人最喜欢2部运动类电影。其实凯翔会觉得我讲太多，不过硬要介绍。可以啊，当然欢迎介绍。好的，第一部《人生决胜球》，我觉得超好看的。它这一部是老片哦，2012年以棒球为背景的电影，故事讲就那个你知道那个科林伊斯威特演的那个棒球球探，他在里面其实年纪很大，然后那个主角在工作上跟亲子关系上面面临了巨大的危机。我看很多遍，我觉得要推荐给大家。还有一部2022推出的《必胜球探》，已经是2022年的电影了，很新耶。很新，对，刚推出的，所以不是已经以篮球故事为背景，由那个喜剧演员亚当
亚当·山德勒演那个 NBA 费城76人队的国际球探，你有看 NBA 吧？我不太看呢，其实，但是我会知道。OK， 那它里面那个剧情就是试图从西班牙招揽一位家境贫困不过球技过人的球员加入球队，然后重整自己的事业。这部电影呢，其实里面最大的卖点就是这些演员。对啊，因为呢，他们都是真的是 NBA 的球员，没错，对，真给那球员，猛超，就像 C 位怂怂强强，像女孩上场一样。所以呢，喜欢呀 NBA 跟影后，喜欢 NBA 的人。看到亚普天阳 S 姐，我觉得一定会非常惊喜。我看的时候也好惊喜哦！你知道这部电影挂名监制的是谁吗？谁 ？LeBron James。我想说你 LeBron James， 对，然后里面那个天才球员，就那个男主角，他其实现在是 NBA 暴龙队的球员。那亚当·山德勒是演员嘛？不过他主要效力的76人队。真正的球员啊，也都在电影里面演出一角，像是 Harris、Maxey， 还有那个教练 Rivers 都来演出，对，都来客串，是不是？超酷的，而且还有一些退役的球星来客串，例如像是 Nowitzki 或是 O'Neal。更重要的事情是那个传奇球星 Dr. J。看那个 Roca 的时候，我真的看得很热血，因为那个 Roca 都 raw 嘛，不是就是要说谁谁谁饰演谁谁谁吗？然后他就会说，那个演员饰演自己。例如说像蔡佳音饰演教练，然后这里面很好玩哦，他们都是 O'Neal 饰演自己，Dr. J 饰演自己，Nowitzki 饰演自己，也太可爱了吧！超可爱的，很酷哎。给分享的亚基普老球旅游相关的喜剧，分享了这几部跟球类运动有相关的影视作品。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些常见的一些球类的客语要怎么说。没错，一开始先来学解就是基本一个喜剧。一开始先来分享的就是女孩上场里面的这个球类，就是篮球。回流腔嘅含义，篮球。篮球，那四线腔就是篮球，篮球。对，天天有了后改就是在台湾非常受欢迎的棒球。棒球的海陆腔野球，野球。四线腔是野球，野球。就是野球，其实这个野球呢，它就是源自于日文的发音，属于外来语的一种。没有错。再来就要讲我很喜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还有叫羽毛球，羽毛球。四线腔是羽毛球，羽毛球。很酷诶。你知道羽毛球上面的那个羽毛是什么鸟身上的毛吗？我或是阿北。对，好，接下来呢要教的是桌球。你前面不是有提到吗？那个小林同学的桌球。对，海陆腔走 Q， 走 Q。四线腔走 Q， 走 Q。没错。另外一个呢，大家都很关注的球赛就是足球，叫 Q。脚球，对，因为它是用脚踢的嘛，所以足球我们客家话发音就是脚球，所以海陆腔系脚球，脚球，脚球。这就是基本嘅老大家来讲嘅球类嘅认同。最后呢，请你再个带大家来复习一道哦。好的，篮球，篮球，篮球，棒球，野球，野球。羽毛球，羽毛球，羽毛球。桌球，足球，足球。足球，脚球，脚球。谁没动酱？谁没按奖？谁没按奖哦？谁没按奖哦？我觉得我不能乱 Q， 因为我一 Q 你就要唱歌。谁没按奖？谁没按奖？穿越到2017就是谁没按奖哦？谁没按奖哦？等一下，我有种感觉，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教这个客家话，就算你球类背不起来，可是你至少会讲球吧 ？Q， 然后呢，四线腔是说 Q。对啊，但你吃那些东西啊，珍珠奶茶的珍珠 QQ 的，所以你就是 Q。Q， Q 哎 Q。对啊，所以其实只要前面把那个背手，后面加一个 Q 就是球。
对，这个东西 QQ 的，这个东西 QQ 给，所以呢，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记球要怎么念。对，没错，所以就很简单。大家听完今天的 podcast 有没有想到什么跟运动有相关的戏剧可以推荐给我们呢？分享留言不要点哦，那记得订阅我们的科普拉斯属堂剧透课语 Let's Talk and ham拜见，张磊聊，拜拜，拜拜。我觉得 Q 有点好笑，不过我这边有一些球类的笑话。你说说看 Q 雷改小扣，你讲讲看。吴宗宪打篮球派谁去防守？怎样啦？你知道答案哦？700年的笑话，但是慈母吗？因为慈母守中线，这很老是不是？超老，我以为很新。好，还有一个。小明想要锻炼身材，吸引女生的注意，所以加入了健身房的会员。这新了吧？嘿嘿。他问健身教练说：“健身房最容易吸引女生目光的机器是什么？”你为什么在我旁边笑到一直抖啊？我不知道这题是什么答案。答案就是门口那台提款机啊。